来新北市私立的幼稚园，这件疑似是饲药仔的风波，嘛，互幼稚园的老师、教保员受到牵连甲抹黑。国内幼教相关的团体发出声明，要来推动幼儿破病莫去学校，老师歪饲感冒药仔的活动。讲伫咧也未厘清到代志的真相进程，要暂时停止幼稚园教保人员甲囡仔饲感冒药仔。 我曾经被吐到整身都是，那也没办法。是在小朋友感冒季节，一次可能我们要喂到5、6个小朋友的时候，对老师来讲，那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。就算有满腹的无奈，就算痛心挂界，有人对幼教老师泼垃圾水，家长拜托的药仔嘛是要继续吃。 对，核对姓名，然后看他是那个日期很重要，因为怕有的家长没注意到拿错药单，或者拿到姐姐的医生嘱咐的药单，我们才会喂。像比如说曾经家长拿益生菌啊，或者是中药啊，像这些我们是不喂的。 幼稚园一开学就甲家长约法3章，你若要拜托饲药仔，都要填这张饲药仔单。因无要饲中药仔甲保健药品，因为最近巴比妥的风波是万箭穿心，实在好真侪幼教老师真正真无奈。幼教团体站出来讲，破病你就莫去读册，老师莫饲药仔。从原来大家的怀疑，由含沙射影，现在变成血口喷人。家长身上把小朋友带着密录器带到教室来。 当时，老师发现以后，当天就提出辞职。小朋友在家休息，老师不喂药。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师应该会举双手赞成。教保团体表示讲，法规无强制要求幼教老师一定要到饲药仔，无需要去承担被误会风险。破病囡仔你就莫去学校。17卫生部公布一个囡仔，这波疑是阴性了，18有4个囡仔检体，送到北营这波疑检测嘛是阴性，无其他爱困药甲定症这反应。 那我们还是拜托我们所有的幼教老师，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很多的事情还没有真相来之前，你们会受到很多的委屈。风波未平，却是生活家长甲老师之间失去信任，千万唔能和第一线幼教老师称心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